牛逼挑的东西，没有一样不是你可心的。难怪以前张鹏鹏不受宠啊，就是因为你这个设计师啊，品味太 low。绿梨，不是我眼光高，是因为你啊，是彻彻底底的女人审美，你根本就不知道男人喜欢什么。你看啊，这只就比你刚刚挑的那只好看，简单而不失大方，优雅而不失身份，重要的是，还带着一点点的骚气。骚气？宝贝儿啊，你给我设计的这款发型简直是又长了一个头啊！你这是让我变异的节奏啊！娘娘，什么是变异的节奏啊？外面什么情况？不知道。我怎么闻到了一股浓浓的少女思春的味道？啊，九王，给娘娘请安。你怎么来了？这只最配你，优雅大方，极具韵味。九王殿下，方才我们娘娘选的也是这一只。因为这是我们男人的品味。九王，你还真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啊！你的那些粉丝们又被你迷倒了吧？娘娘就不要拿我取笑了。此次我来是因为皇上命我负责封后大典之事，我便来看一看。刚才送来的这些东西，娘娘可还满意？满意？你的眼光我最满意了。这些山寨货简直是太 low 了。人家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精美的饰品哦。不过你一个大男人，怎么管起了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啊？唉，这是皇上的旨意，让我掌管宫中内务，所以我才来负责封后大典了。九王，你千万别灰心啊！娘娘，你这是……我这是要告诉你，很多事情呢都要从基层做起，打好群众基础，你也一定能成大器。三哥这是要给我难堪呐！自上次江北一事之后，看似对我没有责罚，反而给我升了官职。可是这种差事不做也罢。哼，你这算什么呀？齐胜把小迷都养到宫里来了，这不明摆着骑在我脖子上吗？我还必须任劳任怨，做牛做马。我皇后的位置做不了多久也会被别人换掉。九王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你的那些粉丝们可能在外面听墙根哦。好。哎，走后门。如果这个是齐胜，这个是你，这个就是我。我们在江北大营的时候，你我都知道，齐胜早就有杀了你我二人的意图。不光是你，就连我对他也是恨之入骨。所以这个三角形显然是不成立的。不过今天我还要跟你说一个三角关系，这也是现在我想对你说的。刚才那个只是给你举个例子，这条是你，这条是我们张家，而这一条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家。你和杨家已经组成了两角，无非就是差我这一角，便可组成黄金三角。鹏鹏的意思是，黄金三角是这个世界上最稳固、最牢靠的三角，一旦固定，很难拆除。所以九王，你好好想想，要不要我这一角？